咱来三个祈祷。现在爸上帝，阮自执伫遮，要对你的话来领受，对大悲甲美慧菩萨，阮要来看因中间的关系，甲阮甲你中间的关系。主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通过罗卜有限的话语，会当对你领受你的教示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拄阿哥甲咱读迄个撒母耳下传第9章第1节到13节，内底是一个足水的故事。恁有人知影即个故事无？即个故事吼，我想知影的人无真济啦。我大声来讲吼，对后壁讲倒转来，我对后壁讲倒转来。第13节讲吼，美慧菩萨两骹拢摆，住伫耶路撒冷，常常甲王三甲食。什么人是美慧菩萨？什么人？伊是安怎两骹拢摆？是安怎会甲王做伙食？这是一个足水的、足有人情味的故事啦。我一面讲故事，一面来看这内底对咱的意义有甚物启示哦？这个圣经对甲咱的关系哦。咱头一摆伫圣经内底听到美慧菩萨吼，是伫撒母耳下传第4章第4节。我有创 PowerPoint 出来吼。第4章第4节，伊讲扫罗的囝约拿单有一个囝，两骹拢摆，叫做美慧菩萨。扫罗甲约拿单死的消息对亚述列传来的时，伊拄啊5岁。伊的年母甲伊抱得走，因为走真紧，囡仔跋落去，骹才摆。所以咱知影，伊的摆骹是真可怜啦。上迄日，伊的老爸甲伊阿公战死，迄个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伊的年母带伊要走，迄个时代背景是换朝代的时候，所以伊阿公是做王，伊的老爸是王子，两个伫一个中间死去，所以是战输啦。就是爱走，迄是伫换朝代，迄对顶若拍入来无走袂使，所以伊走。我定定就想讲。5岁囡仔应该家己会行，是安怎都爱抱。我定定安尼感觉奇怪，一定是有原因啦。总不管啥，伊就是因为要走，伊伫走的中间跋倒摆骹，这是意外的事故。但伊5岁的时，这个代志发生。咱今仔日读这个撒母耳下传第9章，咱5章尔吼，中间差不多上少有15年至20年，因为伫第12节有讲美慧菩萨有一个囝，伊若做老爸伊5岁时跋倒骹跋转去，伊做老爸，这中间一定差不多，若无20年嘛有15年，所以是伊这15年至20年的中间，拢去秘伫一个所在，毋敢显露伊的身份啦。因为遐个人有可能来找伊。迄个时阵换朝代的时，前朝的皇亲国戚是拢总全家消灭。中国的历史上即个代志足济。咱到今仔日，总统换人，前朝遐个人。清算的，咱定定伫看即个代志。这人类的历史就是安尼，伊会当安尼无15年、20年，拢总无代志吼，可能甲伊摆骹有关系啦。两骹拢摆，无啥物危险嘛。伊若无想要找伊，伫第4节吼，
扫落迄个罗卜西巴，甲代表拢讲伊住伫罗迪巴，罗迪巴即希腊文的罗 L-O 吼是无的意思啦，无的意思。罗迪巴就是无，迪巴是草埔啦，青翠的草埔，迄个草埔。所以伊住的所在吼，有人去查出来，迄是伫约旦河的东边，迄是沙漠啊，甲石头的所在，底下无草啊，叫做罗迪巴。啊，伊住伫倒个？住伫人的厝。阿米利是甚物人，咱毋知，有可能是伊的阿公的官员啊，无一定。就反正有人甲伊收留，伊住伫别人的厝，住伫迄个未发草的所在。当然，未发草的所在嘛是无水啦。啊，佫是住伫别人的厝。圣经无写啦，圣经无写。总是我伫想哦，伫这15年、20年的中间哦，我相信伊的日子无好过。你甲想讲，伊一个，若是伊的阿公甲老爸无见死吼，若安尼刷落来吼，会米非菩萨会做王呢，会做以色列的王呢。若安尼排落来的时候，啊，即马摆卡。这15年、20年的中间吼，毋知偌济人伫后壁咧害头。哦，这米非菩萨有影有够可怜，伊会当做王呢，啊，种摆卡，啊，即看你看呢？啊，我相信拄着人嘛叫摆卡迄咯，什物话名？我永摆细汉的时，阮伫宜兰哦，有一个去食吼。啊，手毋知安尼，拢安尼行，啊，行路拢安尼行。我即摆甲想起来，可能有中风的款。啊，阮看到迄个就讲，迄开手啊，拢共叫啊，无啊青梅啊，啊下狗啊，啊拢加一字啊。台湾佫加一字啊，落到地拢无呢吼，吼开手啊，吼安尼就无个。但我想伊伫即15年、20年中间，毋知偌济人。安尼甲霸凌，伊无办法。伊阿公老爸对着无来找伊，会当活遐久，已经真该知啊。有啦，现代的人吼，对即个身躯有缺陷的人吼，老实讲，伫加拿大即款先进的国家，对这身躯有缺陷的人。受真济咧，甲因帮衬。咱看到有个人轮椅行去甲逐个建筑物内底，拢有迄个咱会当迄个 handicap accessible 的迄款设备。啊，老实讲，我那对无个叫因啥物开手啊咯，啥物青梅啊咯，无人安尼叫啊。我为着要准备即个讲道，我去Google去看讲哦。啊，遮个人的称呼是要安怎称呼？即马大家会当接受的，就是身心障碍者，就是讲身心障碍者。我甲翻做台湾话，咱要为着方便，咱领导咧，身心有缺陷的人，有缺陷的人，总是吼，我毋知影你安怎。咱拄着即个迄个身心有缺陷的人，有时啊，咱毋知影要安怎应付呢？你捌无？我有一个朋友哦，做牧师，伊讲我听，伊讲伊几若摆，因家庭去饭店食饭，啊，伊就骹袂行，坐轮椅，啊，逐摆咧去到遐吼，啊，咧点菜，啊，就讲啊，迄 waiter 还是 waitress， 有时啊就。问因牧师娘讲 ，Does he want coffee？ 问牧师娘讲，伊要爱咖啡无？伊甲我讲好，较早因迄个牧师娘哦，有影我头壳袂歹。你甲问啊？你是安怎问我？迄毋是出伫歹意，总是你会当看迄个人，伊无直接问迄个牧师讲你爱咖啡无？是安怎？因为伊坐轮椅，这咱你若拢毋捌是真好，总是有时
咱毋是出伫挑故意的，咱会安尼。今仔日即个代志可能较无发生，总是你甲想到等于伫旧约时代，一个人骹袂行，迄是互人看作是上帝兴奋的，上帝兴奋的。你会记得约翰第9章，记讲耶稣有一甲伊学生做伙，拄着一个对出事就青眉，伊的学生问耶稣讲：这个人出事就青眉，是伊犯罪，还是伊的祖公犯罪？你会记得这个故事？伫耶稣的时代，这是耶稣是搁较早的，迄个身心有缺陷的人，真正是互人看无。有一日，我想米非菩萨伫迄个所在，甲逐日共款，伊无梦啥的。有一阵马车安尼撞来，讲要找米非菩萨，要创啥？伊讲你甲阮来耶路撒冷，王要见你，王要看你，代表王要看你。咱拢捌经过台湾迄个白色恐怖的，有迄个暗时啊，互人带来到地，甲你弄门，你亲人去互带走迄款的，无代无志，突然间一阵迄落来，讲要甲伊带去耶路撒冷，讲王要见伊。你想米非菩萨会安怎想？我想讲，遮侪年了，大概无代志啊，真正有哪做着安尼吼？叫伊找着啊！伊阁袂使无去。你若去读撒母耳下卷吼，第2章开始吼，第2章开始，大卫扫罗死了，大卫做王。大卫开始做王的是，伊无伫耶路撒冷，伊伫迄个以色列的南边。迄阵啊，耶路撒冷还阁互外邦人占掉的。伊做王无遐尼顺遂呢，伫伊的北边吼，扫罗的另外一个囝，讲起来就是米非菩萨的阿叔，带一群人，甲扫罗以前的部下反叛大卫。大卫为着安尼，甲扫罗的家有战争，尾啊，扫罗的囝甲遐将军拢互大卫杀死。这个代志，我相信米非菩萨知影，伊一定知影。即嘛王要见伊，伊当然足惊的啦，总是米非菩萨毋知哦，伊毋知影，这个人来找伊以前，伫大卫的王宫的内底，有发生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。我拄仔有讲，换朝代对前朝的人，若掠着是一定杀。大卫毋知是安怎，无代无志，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第1节，伊问边仔人讲：扫罗的家敢还有人留地？伊若敢若问安尼的时吼，大家拢想讲：哇！你是太无了，毋甘愿的吼。总是伊过去，伊讲一句话吼，是这个故事的关键。伊讲：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好款待伊。伊在问扫罗的厝要有剩下人，毋是要杀啦，是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要好款待伊。这个好款待，这个意思，巴克勒会翻作讲要施恩予伊。这是施恩，哦，好款待也是施恩，这个恩哦，希伯来文做 hesed， 伫旧约圣经内底出现差不多250摆，拢是在讲上帝的恩典。上出名，咱大家拢知影的所在，就是诗篇23篇的上尾一节。讲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迄字就是 hesed， 要对我
到一世人。英语翻做 loving kindness， 听个仁慈。咱台湾话翻做咱台湾话翻做忍耐甲慈悲啦，loving kindness 都是4篇23篇迄个吼。伫遮，伊讲我找的目的是要好款待遮个人，所以因去叫一个扫罗的仆人，已经年老或者示巴。伊问伊讲，你敢知影迄个扫罗的家还有剩人无？伊足拄好，伊敢若讲有约拿单有一个囝，叫做米非波设，伊2骹拢拜。你看第4节，王问西巴讲：伊伫倒诶？因为即句伊伫倒诶吼，毋知偌久人毋捌问安尼，毋知偌久人。你想伊也无钱也无势，还佫摆骹，无人咧管伊伫倒诶。大兵问讲伊伫倒诶，西巴才甲讲伊住伫倒诶，住伫人诶厝。第5节大兵讲马上去甲带来，这我拄也有讲，换条带就是刣，就是走灭。总是大兵伫遮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2摆。伫即个故事内底，伊讲2摆。第1节甲第7节，伊讲我要用，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要好款待即个扫罗的后代。约拿单，大兵甲约拿单的故事，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知影。咱大家拢真知，大兵，这大兵迄个背景，我直接小可讲。大兵对扫罗死了后，伊就做王。我拄也有讲，伫撒母耳下卷第2章，伊开始做王。第3章甲第4章是足动乱的，伊为着要保全伊的党，甲反叛的人，伊战争杀死足侪人。伊到第5章，这几章的中间拢让足侪年啦，真侪年。伊到第5章的时，伊 finally 消灭所有反对伊的人，伊统一以色列。佫伫第5章的尾下啊，伊将耶路撒冷摕转来。伊攻入去耶路撒冷，摕转来。后来伊去对希伯伦刷去耶路撒冷，伫遐做以色列的国度。第6章，大兵一切这代志拢了，伊入去耶路撒冷啦，伊做头一项代志，这真可取的代志。伊去将上帝约柜对一个从草地的所在搬转来伫耶路撒冷，放伫耶路撒冷。这是看得出来大兵对上帝的敬虔。伊将迄个约柜摕转来耶路撒冷。第7章开始，伊想着讲，我家己住一间厝遮大间，上帝的圣殿里落会幕，还阁是以前摩西的时代迄落会幕，所以伊想要起圣殿。上帝神毋准伊起圣殿。我确定会讲迄个理由是安怎？上帝神毋准伊起圣殿，总是伊接受，伊准备真济建材，互伊的囝所罗门后来起圣殿。第7章你若阁读落去哦，撒母耳下传第7章你若阁读落，大兵真正伫上帝面前，伫遐对上帝祈祷，讲我是什么人？你竟然互我今仔日会当伫耶路撒冷伫遮做王，阁将这对敌拢拍倒，
以色列变做迄个时阵是第一强的时。有啦，大卫尾后有个犯罪，迄个时阵无，迄个时阵是伊第一好国力，逐项拢上好的时。伊伫遐开始想过去伊的经过，上帝的恩典以外，人的恩典。伊无可能袂记的约拿单这个人，伊甲约拿单吼是就抓要生死要做伙迄款朋友。我有创一个迄个PowerPoint 出来，一则圣经在撒母耳上卷20章14节到17节，这是大卫甲约拿单。迄阵啊，大卫得走互扫罗的，约拿单是扫罗的囝，扫罗要杀大卫，约拿单得保护大卫，差不多反叛伊的老爸来顾这个朋友。伊约拿单哪亲像知影讲后摆大卫会做王，伊看伊的老爸，看来这个老爸无将来成，所以伊甲约拿单甲大卫讲，愿上主甲你同在，亲像以前甲我的老爸同在相款。我若要活地，你一定照上主的旨来对待我。我若死，搁上主走灭你的对敌的时，你嘛着相款，永远照上主的旨来对待我的家族。这是约拿单一个王子，迄个时阵对一个逃犯要求的。你想看，这无平常的代志。约拿单就甲大卫会加立约，佮讲愿上主用大卫对敌的手刑罚背约的人。约拿单因为爱听大卫，就要求大卫佮救抓，因为伊听大卫亲像听家己的性命。这是中国话有一句话做石油，你敢知影这句话？有生油，有石油。我早起才去看迄个，我因为读国文的时候，有读到一个历史上姓张的，个张什么的石油啦。我记初中的时，我有读到迄个。我去Google去看石油的意思，石油的意思是朋友的订单咯，用死嘛无袂当甲咱分离，迄款朋友啦。生油是大家做伙食白铁的，迄款叫做生油啦。石油是大卫甲约拿单是石油，因有即款的关系，所以大卫伫遮直直讲，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我要因为约拿单的。即马佫互伊知影讲，约拿单的囝，你甲想讲，大卫迄个时阵听到安尼时，伊的内面一定当真爱看即个少年人，约拿单的囝，伊遮侪年，伊毋知影伊还佫一个囝活咧。大卫第5节马上去甲带来，我拄仔讲诶。米非波设毋知头毋知尾，伊一定惊到要死。总是伫大卫的妄想的内底有发生这项代志，米非波设拢毋知。但大卫来见到米非波设，伊甲伊讲大卫拄着，咱圣经写安尼写啦吼，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。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拍落去拜伊。大卫讲：米非波设，伊应讲你的仆人伫遮。圣经才安尼写，我相信毋是遐尼简单。若准你是大卫，你甲约拿单的关系，听到伊的囝，伊的囝对遐行入来，摆骹检菜人家扶入来，你敢袂想讲？这约拿单的囝面甲约拿单有相款无？倒也有甲约拿单相款。伊一定迄个感情一定毋是这圣经安尼写着说。佫一项，第7节，大卫甲伊讲：免惊，伊知影约拿单会惊，因为
风俗习惯、情调的人去互即马当权的人找到迄结果，大家拢知。大声甲伊讲毋免惊，佮甲伊讲我一定要因为你的老爸用拿单的缘故，好款待你。为着用拿单的缘故，佮去咧，伊讲我要将你阿公扫落的残垣拢还你，你会当常常甲我做伙食。我相信大笔叫人去带比喻菩萨来，这个中间到比喻菩萨来，这个中间，伊一定想讲，我要安怎款待这个少年人？伊一定有想，将伊所有的家业便宜，搁一项，互伊甲我做伙食，互伊甲我做伙食，这有圣餐的意思伫内底，敢是？甲王做伙食，好款待。用咱迄个米会菩萨听到大笔安尼讲，我相信伊毋信伊所听到的。早起来时嘛，还毋知影会安尼。几点钟久的内底，伊毋免阁住迄个空闲无水的所在，会当搬来耶路撒冷甲王做伙住，会当甲王做伙食饭。所有的伊阿公的财产，阁拢还伊。这个代志，你看伊伫第8节，伊甲大笔讲的人的话，伊甲大笔讲：你的仆人算什么？我不过亲像一只死狗，你竟然安尼照顾我，这是我呢感动人的场面吼。伫遐，大笔安排，因为扫罗所有的财产，包括扫罗的奴仆，嘛是拢总伫这财产的内底，所以伊叫西巴甲伊的全家做米非波设的奴隶，替伊正做，修成会，接纳。米非菩萨亲像接纳伊的囝，伫第11节讲，米非菩萨就甲王做伙食，亲像王的囝相款。对一个互人看无起、无人伫注意的一个摆卡的少年人，变做一个亲像王的囝，这敢毋是稳定？但这个故事甲咱的信仰有啥物关系？我要对两方面甲咱参较想。我本来是要搁放一个圣经，就是以弗所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发觉这个圣经哦，甲米非菩萨的，迄是大笔甲保罗写以弗所书，已经相差几千年啊。保罗在写的哦，你会当伫这个故事内底看保罗写神的称义的道理。我无规个拢创出来吼，我敢若创第7节到第10节的呢。咱较顶下再做伙看。我大声讲，保罗伫第1章第2章，以弗所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伊所讲的。第1节到第3节吼，保罗甲伊讲吼，咱还未得到道理以前，也毋捌耶稣以前，咱灵性已经死，拢无望望。伊伫第3节讲，照注定受上帝的刑罚，这是米非菩萨拄着大笔以前的状况，敢是？相反，第4节到第5节，保罗讲，
通过耶稣的死甲过活，伊讲哦，对上帝恩典，咱得着救。我拄啊讲几礼拜，代表讲，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我要安尼好款待你。阮美惠菩萨什么代志拢无做，伊什么代志拢无做，因为约拿单的缘故。因为咱得着救嘛，是咱什么代志拢无做，完全是出自上帝恩典。通过耶稣基督的死甲过活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伊安尼款待咱。但第7节开始，第7节到第10节，伊安尼做，是要通过基督耶稣对咱的显示主爱，通互后世代表明，通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。上帝安尼款待咱，是要互毋捌伊的人看到伊的恩典。过落去第8节到第9节，真出名的2节圣经节。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着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都袂当夸口。这拄拄是美惠菩萨所得到的感谢。伊代表将上帝恩赐赏赐伊，代表将上帝恩赐赏赐伊，这是阮的奇妙真相款的所在。第10节，上帝接纳咱，真好啦，咱做上帝的，过去咧。保罗讲，因为咱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，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。上尾啊迄句吼，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，代表拄拄就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代表拄拄就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尾啊，伊有犯罪啦！有影伊的王国为着伊犯罪，尾啊变离离啦啦。伫迄个时阵，伫美惠菩萨的代志迄个时阵，伊真正是对上帝领受上帝恩典，将上帝恩典分予美惠菩萨，伊做上帝爱伊做的好事。这是这个圣经对咱的启示。第2项我要讲的，关系身心有缺陷。老实讲，咱大家拢不遮济岁啊，加减念伊遮酸，念伊遐疼，拢会啦，无甲摆卡的程度啦，总是原来加减有问题啦。这是咱的身躯啦。我对我电脑了后，我对这款代志的看法，我甲咱三个面的感恩分享。你身躯有安怎感谢上帝啦，毋是讲感谢上帝，互我遮酸遐酸，我毋是迄个意思。是遮酸遐酸是因为咱规身躯遮的物件拢用80几年啊是上帝做的，才有通当遮久呢。我捌你讲过啊，上帝做的才有通当遮久。总是身躯以外，我要讲咱的心灵上的缺陷，咱大家心灵上拢有缺陷。这毋是讲咱要挑讲我就真无路用，我毋是要讲安尼。心灵上的缺陷，我知影我真歹性地啦，我知啦，我想恁嘛知啦。我知影，我嘛就拄着真济真爱讲人的话，会歹话迄个人，迄嘛是缺陷啦，敢毋是？
啊，有诶吼，前后讲白贼诶啦，迄嘛是缺陷。逐个人拢缺陷，伫上帝诶目睭内底，咱无一个人完全无啦。我想保罗伫罗马第7章第19节写了上水，伊讲吼，我所爱诶好无做，所无爱做诶歹颠倒去做。咱拢安尼，对即个角度来看，咱拢是有缺陷，咱拢是有缺陷。伫第19节，伊讲我做应该做诶无做，无应该做诶拢去做。伊伫第24节吼，第24节讲一句话吼，阮做新学生诶时，定定讲一句话：苦啊，我会做人。若有啥物代志诶时吼，对着我讲苦啊，我会做人。阮伫新学院时，佫一句阮真爱讲诶吼，就是耶稣伫克西马尼园遐学生拢咧困吼，耶稣来啊，甲因叫精神。耶稣甲因讲，心神甘愿，肉体两正。我嘛定定讲迄句话啦，心神甘愿，肉体。我实在真爱甲你做啦，啊，都无法度啦。我有缺陷啦，所以安尼讲，敢毋是？心神甘愿，肉体两正。啊，过来就是苦啊，我会做人。现代翻译翻做讲吼，现代翻译翻做讲吼，现在翻译翻做讲是咧我吹翻做讲我即个人有够凄惨，我即个人新的圣经的翻译，我即个人有够凄惨。有影，咱想咱家己的事，咱有缺陷。咱拢知影4年有一遍 Olympic 的比赛，咱拢知影。我相信真正嘛，咱较侪人知影。拄啊 Olympic 了吼，过来嘛是4年一摆，有一个好 Paralympics 就是互所有的运动员拢是身心障碍的运动员。我伫想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想讲。咱大家吼，咱大家若要参加运动会，大开始参加后壁去迄个 Paralympics 啦。咱大家拢毋是遐尼完全会当去参加 Olympics。伫上帝目睭内，咱拢毋是。关于 Paralympics 吼，我足侪年前读一个故事哦，真好笑，总是足感动人的故事。是伫讲遐身心有缺陷的人吼。甲咱无相款的所在啊！我去 Google 直要找这个故事，找无。这是我凭我的记忆，我讲互恁听。这是讲伊伫比赛，伫走咧比赛要决赛吼。因拢有遮个运动员拢有缺陷啦，所以因走拢走慢慢啊，真慢安尼走。开始走，我袂记因走偌远啦，开始走。逐个都安尼拢白咧走，迄是咧比赛吼，有计分数，大半个拢伫安尼有哪走，有哪走袂紧嘛。有一个走足紧的啦，伊膝骹较勇，伊走足紧的，伊走足紧哦，伊走伫头前，伊哪走哪歪头去后壁看，伫走比赛是无人安尼啦，伊就身心障碍嘛。所以伊拢越过后壁看，可能是要看后壁的人离伊偌远还是啥？伫伊后壁的人就看伊伫头前走，伫越头过来看。忽然间吼，迄个伫上头前迄个吼停起来，越头倒转来吼，越头倒转来吼，伊就看到后壁的人看无到物件。伊无阁继续走，伊走倒转来，所以对伫伊后壁遮个人吼，看到讲伊就走第一名，哪会阁走倒转来？所以因逐个嘛越倒转去看，才看到上后壁遐一个吼，走到一半跋倒啦，即个是上头即个看到迄个后壁迄个东盘跋倒吼，伊越倒转来吼。全咧走来到迄个人遐，去甲抱起来，看伊有好势无？对伫个后壁遐个吼，
看到伊对头前走倒转来去扶迄个吼，大家往那对走伊的方向，拢走倒转来啦。啊，你甲想讲迄个比赛哦，遐裁判毋知要安怎算分数，规定哦，为着迄个上头迄个滑倒转来要去赔，规定拢做伙去抱迄个起来，看伊有好势无？啊了后才做伙走。因为我读到这个故事哦，迄号做身心障碍者，啊，咱这的身心无障碍的，咱那我吼要比赛前一暗，我一定祈祷上帝讲上帝啊，你明仔载互规定拢跋倒，我就提金牌啊。这号做身心无障碍，因为我直接要讲的吼。伫上帝面前，咱是身心障碍，无毋对。毋过身心障碍的人，嘛会当关心身心障碍的人。这是保罗讲的，上帝早就准备爱咱做的代志。这是大笔帮赞米非波设。身体来讲，伊无啦。伊无什么缺陷，总是代表有缺陷咧。心灵上的缺陷，我拄仔有讲，代表要起圣殿，上帝不准，上帝是安怎不准呢？撒母耳无甲咱讲，撒母耳的作者无甲咱讲，历代志录第28章第3节，哦，代表家己讲的，代表家己讲的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同胞，请听！我本来想要起圣殿来安置上帝的约柜，就是咱的上帝的脚点。我嘛已经准备好势，毋过上帝对我讲：你袂用得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因为你是战士，你杀真济人。代笔有缺陷呢，代笔有缺陷，不要紧，有缺陷，我哪会当关心有缺陷的人？这是圣经教示，咱做有缺陷的人，去关心有缺陷的人，迄是第一号见证，敢是？耶稣甲咱讲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拢是缺陷的人，总是咱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咱是主的学生。咱会使祈祷。特别上帝讲感谢你，互阮对这个遮尔水的故事学习遮尔济信仰的功课。阮恳求你帮助阮三听。有时真艰苦，真歹做，总是你听阮，你大声听阮。阮感谢你，互阮组织伫这个所在，互相称呼兄弟姊妹。你是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求你加持阮三听。虽望阮有缺陷，要求阮。欢喜，互你用，愿你，互阮为你做好的见证。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